領土100，還有27天，我們要同心禱告。聖靈，我們歡迎你。第73天，聖靈是火。以西結書3章12至14節。那時，靈將我舉起，我就聽見在我身後有極大震動的聲音。耶和華的榮耀從他所在之處是應當稱頌的，有活物的翅膀相碰的聲音，也有活物旁邊輪子的聲音，是極大震動的聲音。於是靈將我舉起，帶着我走，我就去了，十分苦惱。我的靈火熱，耶和華的手重重地按在我身上。羅馬書12章11節，殷勤不可懶惰，要靈裏火熱，常常服侍主。讓我哋一齊禱告。聖靈啊，懇求你如火一般的臨到我們。聖靈啊，求你將我們舉起，將神的啟示向我們顯明，激動我哋嘅心腸，火熱我哋嘅靈性。我們就直奔標杆，為主俾我哋嘅託付奉獻一切。聖靈，我們歡迎你。喺聖靈嘅同在中，我嘅靈只有火熱，我嘅心只想為主而活。阿門。當稱讚主的榮耀，你降臨如烈火，聖靈我心切慕你，火熱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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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